叫金丝碧桂跨滚上。既争取声援难做，抓住他！王在那边，快追！在哪？啊！快这边！哎呦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往这边跑了！哎，什么事？大概又是抓童养媳，我们不要管他。好，来，我们来。哎，你的女人已经跑了。明明看他进来的。捉童养媳捉到我们厢房里来了。我这儿又不是衙门，
断不了这桩公案。哎，我看你还是赶快回婆家去。不，我偏不。爹，你们把我留下来吧，我什么事情都肯做的。班长，你看这。邢师傅，你也是个闯江湖的，你说可以留吗？妈，我们阳春舞台以后还想不想到这一代台记来唱戏？来，去，走。爹，走，我送你回去。班长，你慢点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通气？你别急，你听我说嘛。你看呐，这孩子聪明，一定能出山。你看，他两个眼睛会说话，身材也不错呀，是块好材料啊。好吧，我和尚阿新耳朵软，好说话。不过话在三对六面说清楚。邢师傅，是你应承下来的。好，我承担。这是我女儿，月红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朱春花。来，画在这儿。哎，你要记住哦，官书上写的明白，生老病死是各归天命，3年学艺，4年帮唱，啊，懂了吗？快点！宴席开了，来不及了。你这样打扮出去，人家就认不出来了。他叫丁小香，唱小花脸的。
真双对，向你两兄报喜来呀！哎，从来喜洽报喜信啊！恭喜你的一路平安发家归啊！哎，让开！哎，让开！让开！你的戏文唱得真好。找到好生意了！倪三老爷要我们到他家里唱戏去。春花，月红，赶快打扮打扮，马上跟我走。三老爷子，好了好了，三老爷说大家辛苦了，先回去吧。留下邢月红后边领赏。来吧，又不是大姑娘上轿。请您谢谢三老爷，邢月红心领了。等等，新淑梅，我们都是吃开口饭的，这个风险我可担当不起哦。别走，邢师傅，木头船过坝，这道关总是要过的嘛。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哦，好啊，
好，就是那个唱小生的。是。停下来，停下来，走。走，这什么事情？哎，你先请到后面吧。开，走。哎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呀。上面只要个星月红。哎，你放手。哎呀，警察抢人了！去你娘！师傅，陈姐，小夏，快扶师傅下船！月红，快走啊！警官老爷，有话好说，等一会儿我把人送来就是了。走开，把这抓起来！走，还动，走！你还给我见见！本所应乡绅所请，取缔女子文戏，维护社会道德，为民众所赞颂。据料，女戏子朱春花藐视国法，即纠众闹事在前，复殴打警察，致伤于后，法纪难容，民情难平。姑念初犯，从轻处罚。本所判决。朱春花示众3天，以儆后效。这是我付你俩以防万一的性命钱。好嘞，只好我去借债，替你们擦屁股。春花，春花，春姐，快走，快走，快离开这儿！走了。还来吗？这就是你的家吗？是我婆家。你叫什么？我叫春花。春花，
开船喽！你们要清清白白的做人，要认认真真的唱戏，千万。
阿信树，我们借的这些钱怎么还？不用怕，大不了像戏文里的卖身葬父嘛。嗨，也说不上是卖身葬父啊。我班主替你们借的是3年唱戏的包银，真是机会难得呀！从此好到上海去唱戏了。班长，我们哪一天动身到上海去啊？你也想去？上海倒是个花花世界呀，大马路都是用金子铺的。不过上海的戏馆老板呐，挑的是阳春舞台，一生一旦。阿信树，我们走了，留下姐妹们怎么办呢？我们还是聚在一道，在乡下唱吧。阿信树，小香，替你们送行，吃了这碗元宵。我找唐老板。哎，你是唱小旦的，你是唱小生的，是吧？唐老板，你真有眼力啊！啊，谢谢。好吧，先试试看，看看台上的苗头再说。好，快谢谢唐老板了。春花，春花。
上台了，你快准备啊！真不错，好，真有俩是。这今年的花旦唱的真好。是啊，嗓子也挺甜的，扮相漂亮。类似湘江水，滔滔不退绿。夜阑真啊，我骂你这妖笑。哎呀，他怎么真的拿起我来了？真正岂有此理！骂你妖笑，你来真，你是今日丢的根，你自己坤坤容貌美。如龙兄，你在哪里找的这2棵摇钱树啊？还靠你老兄在钱庄帮你给小姑娘拿了场面呢。凌云寺，我将你一封休诗推娘门。好气，好气！平时夜来怒气生，世上有此不听人。我兰真没有太聪明，你不该休我念兰真。我有情来他无唐如龙，你以为把我怎么样了？这个嘛，你自己识相点喽。手段可真毒辣呀！你不能欺人太甚。哎，我又没有叫你吃亏。你有情，我有义，我已经把你捧上越剧皇后了。你这笔账早就收支相抵了呀。恭喜恭喜，唱得好，好，唱得真好。经理，这面镜子啊，可吃香了，是上海市长陈公博的外甥送你的。好，来了。朱小姐，这出戏啊，观众一定大有胃口。好戏啊！
汤经理。啊，怎么样啊？我听水花姐说过这出戏，我不太喜欢。哎，只要看戏的喜欢嘛。朱小姐，人靠人捧，也靠戏捧啊。要红就红他个半半天嘛。我们总要给看客有新的噱头啊，是不是呢？戏脉做好了嘛，水涨船高啊。我唱青衣的呀，戏路子不对。啊？邢小姐。嗯。朱小姐不大合潮流哎，你说是不是？是不合潮流。哦。春娃姐不想唱，那不唱也好。好吧，那就改日再谈。今天先发包银啊。要点点数目啊，会不会多给了？恭喜恭喜啊！您包赢了啊！阿新叔，你借的那笔钱，让我们白白的唱了3年戏，我们还是第一次领包银呢。做什么你？什么？哎，给你，别哭了啊！你现在的包银怕不够用，你先拿着，以后还给我好了。不，你也还是第一次拿包银呢。太太做做好事。水的样怎么样？水的样怎么样？你这边又喝酒了。小舅儿，你还不化妆？我还早呢。3块。3块台。陈大奎，这笔钱怎么样？我前几天不是付过利钱？过年了。哎，我告诉你，连本带利一起还不行啊！春华，快过年了，你还……这位兄弟啊，是我们低端上的，想请你们照应照应，唱个堂会。快过年了嘛。是啊，靠山打柴，进河摸鱼嘛，小意思，想弄点外快啊。是。阿新叔，你知道我是不唱堂会的呀。哎，
好，你还不晓得我绍兴阿兵，我是金口不开，开口不改。我们台上日夜2场，中间还去唱电台，再要唱堂会。我们到底不是牛马呀？好，蛮好。朱春花，我告诉你，我绍兴阿兵。是干嘛？走好啊。朱小姐啊，沈干妈是特委来看你的。请坐吧，请坐。好，敲定了。朱小姐，沈干妈有意收你做个过房女儿。这身行头，算是做个见面礼。啊？哎，快叫什么嘛？那我代春花姐收下了。妈，月红，好，好，好，沈干妈，请前面看戏吧。哎呀，你真糊涂，拿的不清不白的，你给我去还掉。你在这儿。哎呀，春姐，在上海找一个靠山还是要的。朱小姐，这是我给您写的文章。月红啊，戏里的方青是个穷秀才，用得着每场戏都换行头吗？看可喜欢这个，大惊小怪。风不吹，水不动，怪我们自己在台上开的风气。服装总是要换的喽。像你这样啊，一年到头翻来翻去就这几件行头，也太过分了。哼，果真这样，怪不得看我什么都不顺眼了。我心想，上台行头多，下台衣裳多，平时朋友多，那是为了在大场子唱戏，不让人家看不起，这有什么错？就说门口挂牌子吧，我只求一个双头牌。现在这样挂法，是唐经理拿的主意，这能怪我吗？哼，凭什么眼红我，嫉妒我？
哎，听着听着，邢小姐有事，要晚一点来。尚淑华，尚淑华，经理来电话，叫你先唱一出《开罗戏》，快点化妆啊！哎，唐经理，又涨价了，我1个月的包银还不够买化妆品的呢。来，唐经理请客啊！你看头发了，好漂亮。邢小姐，请您给签个名。春节。你喝酒了？月红啊，你对我千万要说真话。你和谁在一起喝的酒？这些天，你到底在做些什么？这你不用问。我唱戏唱怕了，不唱了。你真的喝醉了？不，我才清醒呢。我决定嫁给他了。嫁给他？春节，青春一过，有谁来收拾我们呢？所以，我决定嫁给唐经理了。月红啊，你知道姓唐的底细吗？他答应明媒正娶，还要替爹娘去做坟，我从此也有了正当的归宿。你不能啊！你忘了师傅临终的嘱咐。哎呀，春花姐，马不能落磨坊，人不能落戏坊，心强命不强，谁叫我们是戏子？春花，玉红，春花，乡下有人来找你们。姐妹们总算又见面了。我们在乡下实在活不下去，日本佬和平军还有忠义救国军，坏事啊做尽做绝。现在的乡下是变成刀山油锅活地狱。哎，不要乱说呀，反击啊！快开幕了啊！朱小姐，快点准备吧。哎呀，邢小姐，你怎么还没化妆啊？于桂清，快！就来。哎，来，你们在这儿坐坐。小夏、金水，我还忘了恭喜你们呢。你们是患难夫妻，真情实意。准备开幕了啊！你们快歇一会儿吧，等我。
哎。这不就是当年月九皇后上水花吗？你真的要跟邢月红做花烛夫妻？哎，我要收心归正了。哦，金屋藏娇啊！你真的不让唱戏啦？这还能口是心非吗？小滑头，跟我都不肯老实。哼！你不让月红唱戏，让春花金鸡独立，没有搭档，你这不是成心拆春花的台？杀着他的傲气也好。台上的梁山伯、祝英台还能同命运，台下我们就要分手了。小夏，你说我们姐妹一场，能撒手不管吗？你说什么？师傅，我没有把月红照应好。月红怎么了？月红啊，你是真的爱那个姓唐的。月红，还问这做什么？我已经是他的人了。水花姐，水花姐在后台交了悬梁，吊死了。你看看水花姐的遗书。朱小姐，你就凭这张破条子？春花，清官难断家务事嘛，你不能一口咬定是唐经理的罪过。这他自己要寻死，唉，我又没有带亏他了。
你没有带亏他。水花姐为你赚了多少钱？你喝他的血，沾他的身体，他寻死是你逼的，是他逼死的，就是他害死了水花姐。朱小姐，水花一时想不开，走了绝路，这我也是够痛心的了呀！你这样乱箭伤人可不应该呀！唐经理，唐经理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我的事归他。为活着的不再受害，为死了的报仇伸冤，我什么都应该。你给我还水花姐的命来！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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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，好起来，好起来。水花是死的惨，我们做女人的，哪一个心里头不难过呀？可是春花，人死了，命是没有办法还了。好了，我说句公道话，要唐经理把后事办得像样一些。这话说的对，还是办后事要总要对得起死人啊！后事要办得好。我看呐，要买一口上等的楠木棺材，是吧？楠木棺材，我姓唐的100年之后还不晓得有没有那样的福气呢。唐经理，恶名难解，好字难得呀。水花虽说是自寻短见，可总是你班子里的人呐。这丧葬费嘛，我当然有责任了。看着敢不认账！春花，如今第一步先要入土为安，有官司可以慢慢再打嘛。好，办后事我来做主啊！来，大家都出出主意。我说啊，死人身上要衣无领，裤3条，哎，这个有点排场，里外都要绣花的。还要操作水花姐，再买几件漂亮旗袍。化妆品也是少不了的。哎，够了，走吧走吧，死人还摆得殡仪馆呢。哎，对呀，来，快帮着我办后事去吧。哎，对，好，分手都去办后事去吧。走吧，江波，你还想采访点内幕新闻呢？啊？朱小姐，你说我们报纸应当怎么样报道刚才这种情况？我想听听你的感想。朱小姐，我心里也有很多感想要说。我总觉得楠木棺材是埋葬不了是非黑白的。今天不是谈话的时候，希望我们今后有一天能坐下来谈谈心。
我没有给水花姐吐一口冤气，倒替姓唐的脸上贴金。我上了他们的当。春花姐，我知道你心里难过，你心里有气，你哭出来，说出来吧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水花姐冤死了，还有人幸灾乐祸的把她登在报纸上，颠倒黑白，说长道短。为什么我们姐妹中间有人明明走上了邪道，大家还羡慕她，向她道喜？朱小姐，我说的不一定对呀，只是说说心里话。你眼睛中看到的是条邪道，可有的姐妹却把这条邪道当作通往越剧皇后的正路啊。商水花在临死之前，她明白了自己是头老黄牛，是棵摇钱树。可是现在有许多活着的人心里还仍然不明白，甚至还心甘情愿地受欺骗。朱小姐，你那天说的为活着的不再受害，为死了的报仇伸冤，我看现在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活着的姐妹明白是非黑白。如果能使绝大多数人的心连在一起，有了一致的是非标准，那么骑在我们头上的人，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都能够斗倒他。江先生，你介绍了几个电影和话剧，我都看过了。我们姐妹班真想学他们那样。
这是鲁迅先生笔底下的人物，他写出了封建制度下中国妇女悲惨的一生。他2次守寡，被人认为是不祥之物。这个小说我看过的。这个戏啊，下星期才公演呢。这么多人买票，买得着吗？哎，票买着了，1排的。哎呀，真不错嘛，整整等了3个钟头呢。哎呦，真不容易啊！走吧。潘委员为你们演出祝福这个事儿，心里很不高兴，让你想尽一切办法，不能够让这个戏演出。老兄，日本人时候那个案子是潘委员替你了的，你要好自为之。你不是在家里觉得无聊吗？现在我决定给你组班子，让你出去唱戏。怎么样？我不想唱。回趟豆腐干。改不了的乡下人脾气，这叫东山再起。从明天起，练练功，调调嗓子，听见没有？大家听着啊，唐经理太太要出来唱戏了，这个戏馆要让给她唱了。让出来？谁说的？谁？经理亲口吩咐我的。笑话奇谈哦，他头上出奖，我们的合同还没满呢。戏馆是人家的。唱这种稀里古怪的戏呀，班子早晚要散。你们知不知道？卢某人是谁？他是共产党刚刚派来的。春华，我吩咐过了。让戏馆不让，我们姐妹班
要演下去，谁也抢不了我们的场子。你已经拿了经理太太的顶洋，还在这儿替他们唱戏呀？玉红还没戏管呢。娘的！你想脚踩两头船，我他妈踢住你的腿！阿星，你敢欺负人？你怎么打人？阿星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凭什么敢打人呢？怎么到后头来打人呢？不小啊！春花姐，春花姐，你的信。我看这出祝福信息啊，不唱也罢。你就不怕这封信？恐吓信只有一封，可是勉励我们演新戏的观众来信有这么一抽屉。留着它。你就是不怕，一定要演。可是场子，唉，人家拿了子弹来逼我们，这不去说他，就连自己姐妹月红也来逼我们。老王，哎，我等着2张退票，太好了，我们进去吧。走，票还有吗？没了。哎呀，哎，我有一张。哦，第几排呀？第5排。好好好。我抬头问苍天，你问究竟有没有？有没有啊？苍天林大哥，朱春花对这个戏研究很久了。公事办好了，要是不听话就禁演。这事儿交给你了。李三，金鸟到底有没有？三天不关心
春花。哎，春花姐，你可演的真好啊！哎啊，你们看啊，我抢祥林嫂的时候用那个鼓掌动作，你们看怎么样？这么一抢，那么一推，他就上了轿了，就。什么客气，就是用金脸盆洗脸，我们也不会眼红。小香，谁要你叫？你里头外国帮姓唐的挖姐妹的墙角。小香，春姐，春姐，从此以后，我们各走各的路吧。那也好，是水是泥，是潭是坑，我也总得走下去。唐经理，嗯，我想跟你谈点公事。我们的合同可还没满期呢。是啊，可是我们的缘分满了。社会局勒令停演，这我也无能为力。春花，春花，月红长远不登台了，如今东山再起，自己姐妹嘛，就算情让一下园子。说的倒好听。要不这样吧，只要你不唱这些个破破烂烂的戏，我来说个人情，你们姐妹就2副班子合唱这一个戏馆。人情，做人做戏要讲中间分明，连中间都不分，还讲的什么人情？不识抬举。好，算我多管闲事。哼，戏子。我们自己要有个戏馆就好了。哎，凭什么禁演呢？怎么禁演这了？戏不是挺好的吗？为什么不戏演呢？这样的戏不演演什么呢？是啊，走开！哎，你们在这看什么呀？经演了，真是太不讲理了。这个戏不演了，这个戏不演了，又黄滚又是水。
我们姐妹愿唱戏，是吃错了开口奶。可是自从你讲道理给我们听以后，好多姐妹都从黑弄堂里摸出来了。那是姐妹们在时代的熏陶下，时代要求我们姐妹上进，是我们姐妹自己要求上进的。江先生，今天我真的是向你来报喜的。你看，我们上海的越剧姐妹要来一次联合大汇演，卖票的收入造一个自己的戏馆。这是发起的合同。这么快啊？如今我们姐妹可真是心连心了，什么事情都好办。我们都说好了，上演的剧目就用你现在替我们修改的这个反暴政的本子。将来我们要是有了自己的戏馆，就可以在台上昂头做戏，在台下挺胸做人了。像唐经理那样的人，不服也得服。春花，啊，新湖戏院是个小舞台，眼前这个社会是个大舞台。姓唐的老板后面还有大老板，大老板后面还有美国人的后台，就是他们在统治着这个大舞台。如果这个世道不变，大老板不打倒，我们是不可能有自己真正的舞台的。春花，统治我们的大老板是不甘心退出这个大舞台的。目前的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，越是我们胜利在望，也越是敌人走向死亡。他们一定会疯狂地挣扎，利用他们那套吃人的制度，是不会让我们痛痛快快演出的。那我们战斗的队伍已经组织起来了，士气很旺盛。不过对付敌人还要讲究策略呀，咱们好好商量商量。潘委员找我。胆子不小啊！这些女戏子，如今也无法无天了，啊！这个局面，你准备怎么收拾啊？朱春华一个班子我可以对付，现在是上海整个越剧界，这副担子我挑不起。你放明白一点儿，这是政治。戡乱期间，他们敢标榜联合，集团聚众，这不是小事情。何况，此人此事与你也有关系啊。至于整个的越剧界，那好办。只要擒贼先擒王，把带头的，你有的是办法嘛。潘委员，只要上面担肩个，这事就好办。可以呀，自己人嘛，是要负责的。
推出一个和尚阿星是抵挡不住的。再说，这种人未经世面，万一反嘴咬人呢？老弟呀，这点把握我还有。可现在小辫子抓在人家手里，舆论实在凶啊！陆龙弟，我们是自己人，没有什么话不可以说的。现在前线的战况不佳呀，上海是一定要维持安定，再要闹出一个什么风潮来，可不得了哦。潘委员，这件事我可是凭你的一句话办的呀。嗨，这时候你我还分什么彼此呢？上面不会让我们睡冷铺的，已经有了指示。叫你老婆出面，就说是姐妹恩怨。这样一来，此案无关政治，姐妹之间又可恩断义绝。这是一石双鸟啊！兄弟本钱有限，只剩这点老本了。那好办，将本求利嘛。法院里已经关照了，他妈的，这下可要朱春花的好看。反正死活要让月红出庭啊，这我还有办法。那心可不能软呢。说谎，陷害你是月红，这不可能吧？这是啊，他们两个人我知道的，他们比还演戏演了好多年呢。看着他们当时，鬼子拿到了。我知道他们姐妹小时候一块相处出来的，一块英式一代妙啊，真是奇峰突起，情节曲折呀。根据检察官起诉书，他确实是主使人吗？你不要害怕。本庭再问你，为什么邢月红要暗害朱春花？此事起因，是姐妹抢夺戏院，争名夺利，我一时糊涂，贪图钱财，受人利用，利用这，你说的可是句句实话？我要有半句假话，若有好人，我天打雷劈。把王阿星带下去。
代主事人邢月红。代邢月红。邢月红出庭。你不出去，我要你的命！你是不是叫邢月红？你的籍贯、年龄、职业，你教唆行凶事实吗？丢失回报是不是你主使的？邢月红，是不是你暗害朱春花？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不回答？快说！我替他说。邢月红，他不是主使人，他绝不会是主使人。怎么搞的？我怎么不阻止他？尽管他鬼迷心窍，人鬼不分，他堕落了。可是他再堕落，也绝不会暗害一起同过患难的姐妹。我问被告邢月红，我问主使人。我明白，有人是想破坏我们姐妹的情分，嫁祸于人，让真正的凶手逃出法网。不许胡说！要邢月红做挡箭牌，拿到这里来示众；要邢月红代人受过，让凶手逍遥法外，这办不到。把真正的凶手交出来！这是阴谋！你们搞的什么名堂？我只是陷害某人。下乱军呀草安对难得与你，不随走杂。为什么你私生子归人？我
解放前，你总想有一个自己的舞台。是啊，就在你住的那个晒台上，你说反动政权不推翻，是造不起自己的舞台的。可是今天，我们的舞台多么广阔，它造在千千万万的工农兵中间。春姐，哎，来了。林大哥，我走了。白毛女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不行啊，演不好。演好的。建波。听说岳红就住在你们下乡的这一带，这次去一定要找到他。姓唐的逃到台湾去的时候，岳红已经明白自己是走错了路。今天，我们要给他重新生活的勇气。我听说，岳红就住在这儿。哦。岳红，岳红，岳红。他哪儿去了呢？哎，
水来了啊！我们有10几年没有见了吧？是啊。哎呀，你们的戏文做得真好，你们都演得像啊，好极了。白毛姑姑，你还认识我吗？小春花，哎呀，真没想到啊！你的戏文唱得更好了，唱到我的心里了。小香，还记得吗？春花啊，我刚才看见月红了。是吗？嗯，她来看戏了。哦，你先坐会儿。月红，春姐，我没脸见人，我好悔呀！我总算回了家了，我要永远记住过去走错的路，一定要重新做人。我在想，今后要认真的改造自己，唱一辈子革命的戏。